高聳的燈塔與周邊廣闊海岸沙丘形成獨特的荒涼景觀，有台版撒哈拉沙漠之稱的台灣極西點七股國政燈塔，在行政院核定微笑南灣計劃中，將投入13億經費進行旅遊設施改善，結合星空、氣象等特色，打造4大展館，還包括充滿奇幻感的極西遊變所。那這個已經是一個4年的計劃哈，這個特別的計劃目前在我們執行當中哈。那第一年我們已經先取得了土地有14公頃，好了，整體的規劃那現在規劃進行到期中報告完了，然後後續我們會再辦一些跟包括鄰里長啦，還有觀光業者一起來討論。立委郭國文趁着期末規劃前，特別召開地方座談會，地方希望納入周邊的文化景觀生態與當地特色農漁產，同時改善相關聯絡道路，串聯七股鹽山、黑皮保護區等景點，吸引旅遊人潮往北移動。府城過去的觀光壓力其實非常的大，那透過這一種不同的觀光景點的創設，可以達到觀光解壓的效果，也可以帶動地方的發展，達到區域發展的一個平衡。這一次的點事實上包括一般遊客的需求之外，我們也可以希望把當地的特產跟這個點去做一個結合，所以有預留一些所謂的商業營運的空間。不過微笑南灣屬於新興計劃，目前仍受限於立法院總預算案的僵局，呼籲藍白陣營盡快審查預算，別讓地方鄉親期盼多年的極西點開發案陷入停擺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